1930年。只要是犯罪，我一定会秉公处理。这里什么都找不到。陈春林，陈春林，我们又没偷没抢，没做错什么。是我们做的事不能让人家知道。你不用为你自己买专利，可以玩弄警察。可惜你遇見我。命运使者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 ，Astro AEC 及 Astro Go。Astro 花一代再次出手，出动全台力量，打造明星高手的第2季擂台。我们走进巴沙，翻遍网络，挖掘人脉，他们都来了。这一次，我们向西方挑战，让中式糕点遇上西式甜点。明星高手第2季10月19日晚上8點半 ，Astro 花一代 Astro Go。方氏國際嘅地位點解咁穩固？係因為有你阿爸呢條頂梁柱喺度坐鎮。而家條柱冧咗，所以股價大跌。只要我仲係一家之主，仲係方氏國際集團嘅主席，我係唔會就範。我哋要對付嘅唔係阿爸，而係高深同埋林晴呢兩隻狐狸。你竟然揾個外人嚟管我哋，佢哋係你嘅親生仔。金色森林，輕鬆點播全套集數，多達4個屏幕。